这个特色游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它是用军事为主题的一个公园，所以说它整个在施作包括的过程当中，细腻度就要比较高一点。那总共我们用了1500万，接下来我们有特工盟相关的一个团体来跟我们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设施的一个体验，然后也经过蛮多人的一个游戏玩的以后，认为这个游戏其实是非常符合在地的一个文化跟在地的一个工程。总共我们有投入了将近6亿1000多万元的一个经费来施作，会在黄市长的任内能够将整个一个特色公园能够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完成。那希望未来我们朝着到每一个区都有一个特色游戏公园。为什么会建立这样军事的公园？因为这个是以前建村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考量到我们施作这个公园，就是从我们以前建村以前这个是陆军比较多。所以你看，我们那个看来有碉堡有那个钢丝网那整个构想是根据这样的构想。最主要有分大概5大区域，堡垒游戏区跟工兵车，还有我们的军事涵洞跟我们的500障碍，然后给小龄朋友的一个秋千游戏区。那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些结合一些军事训练像攀爬的一些行为，还有一些挑战的特色。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检查。检查声明检查。平时园区原来是一个平时营区，有的军方的营区。那我们经过重划之后，这个地方产生出来的新的这个公园，我们当然是要以原来的这个所谓的军事主题为这个目标。相信很多亲子之间对于台南市的第一个军事特色的这个公园一定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有交通特色的公园，有军事特色的公园，还有其他许多特色的公园都能够展现那个地方的因地制宜能够建构一个适合亲子共游共融的一个游戏的场地。各位观众，欢迎收看6月13日中午台南电新闻。议员周一起表示，台南的农路对109年申报到达，以往有191件破损的等待处理，所以伫总咨询要求市长运用今年统筹分配税款来增加便利预算改善。不过，争取过程嘛，因为在违法的分配无公平，质疑是政治的操作。呼吁市长毕竟是执政党，应该积极向中央争取。议员周一齐面对山区农产品进出容易可想，身为农民心疼的农路建设来向市府请命，因为农路对109年申报到达，以往有191件破损需要整修，税局的要求今年嘛要持续投入经费。等于提出要运用今年度统筹分配税款时，市长却以重大建设的自备款拢无够，甚至怪罪立法院在违法的公式无公平来回应，才引发伊不满，质疑根本是政治操作。我们统筹分配款明年增加的这163亿，我希望在我们这些主要的农路的预算，或者是就是这些水路的预算。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些？议员，我跟您说，就讲这个东西要讲实在，我们也不跟你打高空啦。这个部分增加163亿，我们光是要准备重大建设的这个自备款都不够了。中央也已经清楚的跟我们讲说，我们的那个地方的这个中央的计划补助，包括捷运，包括地下化、重大建设的中央补助款比率都减少，所以我们光是补这个差额都不够了，所以说明年要增加，即便要增加，补差额绝对不会不够。像今年你说他们删了一般统筹、一般补助款嘛，但是我们增加是多少？163亿，被删了51亿，那我们是不是还多了100亿？光是那你说中央这些补助款会减少，这个
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说辞啦。另外，议员嘛针对做阵的邦寮桥甲牛食水桥，因为被风台的大水引起，对去年1.7亿的改建经费，到今年工程费一直起，已经增加到2亿4千多万。毛议员呼吁市府爱赶紧施作，除了减少经费的支出，重点是方便庄内民众处理安全。台南新闻军事林英光采访报道。面对天然气加输外漏所造成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对此议员林冠伟第一日前伫永康中正北路的案件为例，伫总日顺积极向市府来请命。会中，伊除了彻底检讨加输外漏的原因，要求提出预防加改善的方案。对此，市长吴伟霆嘛表示，日后运用科技的政策，掌握可能的外漏甲广线太古换新，拢是重点。面对永康中正北路日前传出真高的加速气味，相对夜水风雨，市府封锁脱离居民的风灾议案。议员林冠伟虽然肯定市府第一时间的作为，不过伫总日顺进一步追究加速外漏的真正原因，如何督促加速公司的广线定检甲太古换新，并提出具体预防甲改善方案，才有法度让民众安心。那这次的主要原因，局长是什么？这是主要外泄的原因是什么？管线因为老旧嘛，地震的错动以后，它那个接口的处就有裂缝，是老旧还是地震的关系？30年以上还是会有老旧的关系。嘿，好，那是不是请局长这边跟天然气公司，未来要怎么防范或防止这件事情发生呢？这个才是重点啊！大家都比较在意的是这个问题啊。议员表示，一旦有加速外漏甚至起爆的消息，引发的危害甲伤亡，拢会登上全国的版面，嘛，互民众相当惊吓。市长吴伟表示，日后就是透过科技检测来提早预防，降低可能的危险。可能现在又有科技又进步一点，我们可以用机器人去侦测那个浓度，是啊。但是以那样子那天的情形来讲，严重情节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呢，它的管线的确是30-40年了，可是它埋在地底下，除非现在瓦斯公司都用那个压力，前一段的压力跟这一段的压力，如果有降压的话，表示有外泄。可是呢，因为那些洞很小，压力检测不知道检测出来。不过我们基于公共安全，我们要求那个瓦斯公司一定要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能够老是让民众在生活在恐惧之中。对了。以进前高雄甲台中的加速爆炸为例，相信拢是互咱会当警戒，加一份准备，就减一份灾害。台南新闻军事林英光采访报道。府城建成300栋，议员郭凤仪伫总日顺对我关心民众对历史街区的认同，甲市府的振兴计划，纷纷甲新任文化局长交换意见。会中讲到民间团体提倡将5月9号定做府城日议案，对此市长吴伟霆嘛表达赞成，希望朝向全民参与的共识。议员郭凤仪表示，对车赢的台南400到今年府城建成300，相对推动起来就较无法度引起民众共识，所以伫总日顺进一步展出振兴台南6大历史街区，要求文化局日后一定要有具体做法来唤起民众对文化古迹的重视甲认同。咱今摆看到咱安平老街，安平老街，你觉得它是老街吗？确实有不一样的方式体验方式啊，但是基本上我们的历史街区，我们的老街在哪里？文化局确实要去好好的去做一个省思啊。局长，你有什么看法？跟议员分享一下，就是事实上就是针对不管是老街也好，或者整个台南的古迹，那基本上我们其实看待就是整个台南，它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博物馆的一个概念。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下，可能透过活动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街区之间的一个串联。那当然我们也透过很多的推广教育的一些做法。
互相建设三巴伫5月9号即天，政府甲民间齐心发起万人围城行动，嘛是要唤起当时守护家园的精神，嘛互民间提倡，希望将5月9号即天定做护城日。对此，市长嘛表达赞成。府城日，我个人是不会反对。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县市合并，我们是希望一个大台南的概念，也就是说，去年台南400。获得整个全台南市的人都有参与感。今年府城300，坦白讲，我就有很多台南县以前旧台南县的朋友就觉得他们比较没有参与感，比较没有参与到，对不对？对，您讲的就对了。所以说这个部分府城日我是赞成的，但是就是说怎么样让整个全台南市的市民都有参与感。虽然市长赞成5月9号定做护城日，不过以后如何结合历史、宗教甲艺术文化，进一步带动民众认同，也有待努力。台南新闻军籍林英光采访报道。台南市市电国际特技银行4月才重新开放去未少游客，不过最近却发现在南岛墙面被人乱砍印仔。其中白虎的墙面真歹清洗，需要委托专业来处理。所以文化局提醒游客，一旦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会让处半档以上5档以下有期徒刑，并可50万以上到2000万以下罚金。民众提起印仔当伫收支图纸顶悬，台南市市电国际特技银行经过一档修缮活动，今年以全新面貌甲游客见面，并推出详细灯，设置5款限定印仔提供收集，啥想袂到，互人黑白当印仔。有碍观瞻，然后就影响整个展览的整体性。我觉得如果有其他游客，比如说外国游客来，可能会觉得。就是台湾人的素质嘛，好像不太好。详细看不止壁，连窗仔拢无放过，四界拢是印仔，互其他游客感觉相合。不过因为受损的是白花墙面，用水拭袂掉，文化局赶紧请专业人员以传统工法进行清理甲修补。用比较稀一点的沙子去把它做一点研磨，把它去除一点比较深的颜色。然后再判断它的深度，它吃下去水的深度，然后再来就补面灰，然后一层一层的把它慢慢修复回去。这是一个古迹的建筑，那来这边参观的话，务必要遵守我们的使用规范，正确的使用我们的展览设施，避免污染到我们古迹的表面。为了避免类似状况再发生，后续已经伫现场采各式牌仔。强化管理，也无空间会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会当判半档以上5档以下的有期徒刑，上档会当罚50万以上到2000万以下的罚金。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国际知名的茶港佚佗米品牌，去年伫台南设立快闪店，就得到热烈的回响。现在业者嘛正式进驻南旁购物中心旅馆，开幕头一天，吸引大批消费者排队选买。同时，业者为了在地化，特别邀请2位达人发挥创意，将古都台南透过茶港的创作，小介予社会大众。乐高授权专卖店，13日正式进驻南胖购物中心。开幕这天，特别邀请乐高台湾区总经理黄小莹、乐丰事业董事长欧庆鹏以及真侪贵宾一同剪彩，欢喜来祝贺。请用姐，恭喜乐高授权专卖店台南南纺店正式开幕。跟我们一起见证我们在台湾的第6家乐高授权专卖店的开幕。在这边，我们打造了全台最大的拼系体验区，也有很多充满台南味的打卡点。
我们这一次不单纯是把乐高带来台南，更重要的是把台南也带到来乐高的创意世界。我们的乐高的授权专门店，是跟非常多的知名的这个电影以及 IP 的公司来合作，所以只有我们这种乐高授权的专门店才能够完整的呈现整个乐高的这个气息。伫台南开店就更加爱有台南味，因此业者特别找来戚新伟、詹正峰两位乐高达人，运用创意将积木变成各种台南的美食小吃，非常的趣味。这个软管也是乐高的零件，对，筷子也是乐高做的。台南特色、美食特色一定是要做虱目鱼出来这样子，然后就是运用了乐高很多的弧形砖的零件，然后特别设计这个造型出来。开幕期间，业者推出一项独家限定的满爷礼，吸引不少乐高迷到场排队选买。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举办第4回台港留幼学习展览，一下10间学校200名学生以及阿公阿嬷的艺术创作，用4代台港民众共同营造本土教育加历史现场的再造，替社区文化基地开创新的风貌。台港留学学习展是台港地区上有规模的本土教育以及环境教育展。今年办理第4届，这回以中华台港客庄港以及村落历史现场进行空间模式设计加小论文的研究，总共有11间学校的班级社团共同参展。我们的作品呢是由我们石家弄镇附近的聚落，那么我们就建造出附近的许多寮庄的地理位置还有相对位置，补充一些像是附近的比较知名的地点，像是历史博物馆，还有港湾志宏池。和顺国中有一门走读台江的弹性课程学习活动。那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带1年级的同学，就是认识家乡。我们发明的无人机可以去扫描，垃圾啊、瓶子啊，然后我们就会拿回来做各种的环保。和顺国中是以社区排水线进行历史空间再造设计，安南国中以及安庆国小展现战后性的阅读磐石，是农教育成果。土城高中、昆山科技大学是结合杂沙店地加古厝，发表青年倡议。还有幼儿园展示亲属性手画的社区地图。台港分校以书法再现台港16寮庄头诗。不管是咱见证人8当，还是讲小台港20周年，教育还是文化这条路是不断有做中学，学中做。其实就是透过做中学，学中做，变作是咱的日常文化。就是讲咱伫日常的文化生活当中，就爱关心咱的环境。对小朋友到阿公阿嬷，透过无同的艺术形式，展现探究学习成果，认捌家己的家乡，进一步提出建议，是真好的公民教育。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有一位70几岁女性，因为困无好，半暝容易精神，日时除了疲劳亚身，阁时常歹记忆。患者一开始也准讲是老化，起来是失眠，后来经过奇美病院神经心理的测验，甲脑部的影像检查，初步发现病人除了失眠以外，嘛出现初期的失智现象，借此向社会提出警讯。奇美医院精神医学部主治医师张凤玲指出，大脑在深度睡眠时会排出脑内堆积的有害蛋白，因此睡眠品质好坏与失智很有关联。不过，还是有不少睡眠障碍的人，因为担心安眠药会造成失智，宁愿选择不吃。对此，张医师表示，睡眠品质的好坏跟失智很有关系。那睡得好，比较不会造成所谓脑内的蛋白质的堆积。那会因为现在目前知道蛋白质的堆积会造成脑细胞的发炎，然后脑细胞的退化，最终造成失智的现象。那大家还有另外一个很关心的就是说，到底安眠药会不会引发失智？这个在门诊我们会常常接受到这样的询问。安眠药用了，我假料会变期待去的。
那目前学界的资料来看是没有这样的相关性，就说不会因为安眠药所造成失智，倒是很多病人是因为有了失智的症状之后才开始使用安眠药，因为他需要改善他的睡眠品质，要不然他的认知功能可能会退化得更快，所以目前我们需要澄清一点，就是说在现有的资料里头，并不会说安眠药造成失智这一块。奇美医院精神医学部主治医师张凤玲强调，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安眠药导致失智，反而长期失眠才对大脑功能造成伤害。透过药物治疗、睡眠卫教与压力管理，病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睡眠状况会有明显改善。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过来，新冠疫情对5月快速增加以后，全国各地就医平均拢增加5成。地处新北市卫生局就提醒民众，注疫苗也是预防感染并发重症上佳有效的方式。呼吁也未注疫苗的民众，要量早到合约的医疗院所来注，以保障家己的健康。近期国内新冠疫情呈现快速升温趋势，新北市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人次高达近9000人，较前一周激增5成，且高于去年同期，显示疫情已进入新一波扩散期。虽然疫情升温，运动中心仍不乏运动的民众，不过也可看见不少人开始佩戴口罩，自主防护。民众表示，平常虽然有运动的习惯，但现在疫情升温，到公共场域还是会戴上口罩比较安心。我一般就是假使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尽量减少到公共场所去。但是呢，因为个人对游泳是一个终身的嗜好，这个也很好的习惯，所以这个我照样还是天天都是来游泳这样。只是呢，这个在尽量要保持戴口罩的一个好习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这样。那本身有打疫苗？一定要打，一定要配合打疫苗。我都非常注意卫生所，假使有这个公告的话呢，我都会尽量去配合。预防重于治疗啦，你平常练成就是一个良好的这个运动习惯，加强自己的身体的抵抗力，然后我们还要打疫苗。这样就我想应该是可以了啦。新北市卫生局表示，114年新北新冠并发重症累计53例，其中以65岁以上长者及具慢性病史者居多，且9成未接种最新的疫苗。卫生局也提醒民众，端午连假过后，恐因人潮聚集而增加病毒传播风险，请市民多留意，并持续做好防疫基本功。国内新冠疫情自5月以来快速上升，新北114年第22周新冠门急诊就诊约8976人次，较前一周增加54.9%，且高于去年同期。114年新北新冠并发重症累计53例，其中以65岁以上长者及具慢性病史者居多，且有9成未接种 JN.1 疫苗。卫生局提醒，端午连假过后，恐因人流聚集而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请市民持续做好防疫基本功，包括进入医疗机构、人潮密集度高时自主佩戴口罩、勤洗手、落实呼吸道卫生与咳嗽礼节。民众若出现发烧、咳嗽、喉咙痛等呼吸道相关症状，建议戴口罩，至基层与诊所就医。若是65岁以上长者、孕产妇、慢性病者等高风险对象，出现疑似症状时，建议先做快筛并尽速就医，以利医师及早诊治并开立抗病毒药物。新北市卫生局也指出，接种新冠疫苗为预防感染并发重症最有效的方式。未曾接种过本剂新疫苗的民众，请尽早到合约院所或社区接种站接种疫苗，以保障自身健康。在此呼吁，接种新冠疫苗为预防感染并发重症最有效的方法。JN.1 疫苗对目前流行病毒株具保护力。若是从去年10月以来未曾接种过本剂 JN.1 疫苗的民众，请尽早到合约院所或社区接种站接种疫苗。另已接种1剂且间隔6个月，也就是180天的65岁以上长者等3类的高风险对象，
应再接种第2剂，来保障自身的健康。面对端午节连假过后，新冠疫情再度上升，新北市卫生局及相关局处也密切注意，呼吁民众日常勤洗手，出门到医院、诊所或长照机构建议戴口罩，生病不上班上课，落实防疫基本功。如有症状，尽速快筛。更重要的是接种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别人。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6月1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
三赢不是想象。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呢。打诈新司法上路，严审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